冇啊，完全唔合格啊！係啊，咁慢嘅速度，真係想點支煙都點唔到啊！之前咧，我哋分別就喺直播同埋 IG 拆開咗15個6喺拼多多買翻嚟嘅尿袋。今次咧，我哋再請嚟電池專家小丁，同大家再深入啲咁樣睇睇佢嘅結構，同埋試試佢嘅實際功率。輸出咧就係 2.5V、2.1A，即係 2.5A 咧係理論上係充唔到一部手機，係啊，因為你個手機嘅電壓最少都有3點幾啊。真相咧就佢並唔係輸出 2.5V 嘅，嗱呢度顯示 4.5V。咁啊由 1A 喎，功率咧就大概係5個 W， 第二個頭依家 4.5V 1A 大概4.7伏啦。OK， 再睇下最後一個都係差唔多數據。佢總之佢話貨不對版咧，但係佢都叫做用到嘅。咁啊三個一齊插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佢哋係 share 咗 1.8 同埋 2.7， 係3個加埋共用5W嘅，一路用部手機佢一路喺度小電咯。如果咁嘅狀態。咁啊上面又打咗個 GB 嘅執行標準嘛，咁呢個執行標準就梗係錯硬㗎啦，個標籤都錯㗎嘛，係咪先？現實就應該冇可能過到 CE 同埋 FCC 㗎啦。之後小丁咧忍唔住拆開佢嚟睇一睇，見到佢入邊嗰陣，佢就話：噴碼就好似身份證一樣，好明顯佢就冇身份㗎啦，係唔符合任何國家嘅電池規定，無論喺內地又好啦，其實所有嘅電芯都必須有噴碼嘅。因為電池係屬於一個危險品啦，已經唔符合所有法例。而呢個 PCBA 咧，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，就係佢冇任何嘅溫度探測裝置，咁亦都冇一個叫做自動保護系統嘅裝置喺度。佢發生短路或者熱失控嘅時候咧，係唔識得斷電嘅。佢3粒電池真係短路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會發出一個高熱㗎，可以超過150度甚至200度嘅高溫啦。無論佢電流幾細都好啦，都有個風險喺度咯。就算一個 B grade， 即係俾一個大廠淘汰出嚟嘅18650啦，係3蚊雞人仔，但係佢咧就絕對唔係 B grade， 佢應該係 C grade 或者 D grade， 因為冇名冇姓啊。至於市面上咁多款尿袋，咁多款唔同嘅製式，用家又應該點揀呢？我哋話咧最好咧喺電池上面咧要見到咧佢係有個能源嘅標籤啦。咁究竟係計 mAh 定係計 WH 咧？記住一定係 WH 嘅。電燈公司啊或者電力公司咧都係用緊呢個度數啊。無線點揀咧？就認住呢一個 logo， 呢個叫 QI logo。有呢個 logo 咧，即係代表係通過咗 PWC 嘅認證，代表佢咧安全性就有保障啦。